来子啊，老来子啊，彩衣怡情，彩衣怡情，哦，还要打扮，哦，还有小朋友打扮，老来子要打扮，哦，要有穿梭，然后脸上要贴腮红，要拍照，拍照然后对那个QR code。然后上去，然后优胜的可以，优胜的可以得到全年礼券，全年啊，全年购物。那我们请大家就位，好，请就坐。哦，母亲节庆祝活动。好，二来。玩的不亦乐乎啦哈，啊你有领到无？好啦哈，来个毛主纯净啊，才艺军，安尼搞最简单嘞。哦，有啦，啊唔过吼，你要拍照吼，耽误一寡时间啦。那在那边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啦哈，我们下一个阶段呢，我们就交给我们的美香领队了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。优秀。开心，哦，庆祝母亲节，庆祝母亲节，开心点哦，拍手啊！后来今天婆婆妈妈开心，会不会很开心？会哦。对啊，今天是妈妈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我开心呢，不管今天是男生或女生，我们都是妈妈生的。那我生我们妈妈的，有的在现场，有的不在现场，有的在天上。但是他有没有感受得到我们今天在这里很开心？哦，当你开心的时候，妈妈会不会很开心？会。那当我们现在开心，其实妈妈是最开心。那当然呢，其实开心啊，从早上的活动到现在，有早上很感动的歌，有很轻快、很让大家很健康的动一动啊。到刚刚好像有些人说啊，我都没有玩到游戏，我也没有拿到礼券，没有关系啊。刚刚两位主持人有说愿意的举手，对不对？人生就是安尼，袂人甲你勉强，只要你愿意，你边仔人甲拖，你就袂使跳，嘛是会使